大家好啊，又係我林耀江師傅嚟，嚟到新一期易經金融呢個節目。上一期我哋預測都係同個市場嘅大約都係一樣嘅，咁我哋睇下今期嘅變化先啦。咁咧好多謝大家睇呢個節目啊，咁我哋由呢期開始其實慢慢有啲變化嘅，咁我哋再睇下個內容啦。好，今期已經係第138集啦，就係2026年嘅5月11號開始啦。咁喺人生嘅展望裏邊咧，有一種慾望。當你有咗慾望呢樣嘢之後咧，你就會選擇提升自己嘅要求啦，中意自己嘅生活啦，或者喜歡嗰種快樂嘅程度啦，包括對朋友啦、家人嘅相處之道。因為有咗慾望之後咧，就希望得到更多嘅嘢，而從而咧，你就會肯更努力去希望爭取到自己活着開心嘅人生啦。咁你令到你有個前進嘅感覺㗎，呢個係做生意好做人嘅一個重要嘅標籤嚟嘅。好啦，易經金融裏面嘅主體咧，基本上就由陰陽五行嘅變化啦，再配合佢哋嘅生剋作用之後咧，產生成為一個64卦、64種唔同嘅處理方法咧，配合喺我哋個人嘅銷售啦、策劃啦、管理啦，或者一啲投資方面咧，都會作出一啲嘅明確或者暗示嘅方法。咁大家你因為個學問唔同嘅知識水平之後，就睇到嘅嘢唔同啦。當財富嘅增長者嘅時候，明白咧，就做多啲善事先係對自己更加有益處喺度嘅。好，今期嘅67集咧，我哋就講下啲大廈方面啦，或者一啲住宅大型啲嘅。咁有時咧，佢哋個屋宇嘅設計嘅時候咧，有啲係左右唔對稱嘅。咁我哋通常咧就會度好咗個坐向之後咧，一邊係左邊，一邊係右邊嘅時候咧，一邊代表全富，一般就代表權力嘅。咁兩者唔同嘅，咁當如果個相差度好大嘅話咧，就會製造一種互相衝擊嘅效果，咁令到咧就啲屋企嘅人嘅成個運程咧都會反反覆覆，即係有時好嘅時候，但係偏偏個位置咧缺得太失利，就令到個運程咧又偏差，到好唔好嘅時候，嗰個位置咧又加強咗作用喺度，就令到個財運方面得以唔平衡嘅發展啊！咁呢啲可以用一啲風水方法咧，點樣去改善佢啦？仲有啦，一啲好嘅位置，咁我哋喺每年唔同嘅位嘅時候增加咗個運程，咁自然就將個運程提高咗啦。好，上期我哋講戰爭嘅第3個題目啊，今期係講第4個題目咧，就係咁喺唔同嘅位置之後，你已經明白咗啦。咁另外就係輪到一啲武器上嘅提升啦，因為好多時咧就係大國咧，因為財力啦、軍事力量都唔足夠嘅時候，先至令到大嘅國家能夠咧有個話語權喺度，或者點樣控制嘅小國要求你點樣做嘢啦。同時間啦，因為個生存空間比較窄啊，咁變成咧喺人力物力或者戰力方面咧都被碾壓的話咧，變成好多嘅你唔想做嘅嘢都要為咗生存而做。同時間啦，我哋就喺個市場度究竟揾一啲嘅空間，點樣製造啲民生嘅機遇啦，慢慢就再發展嘅國家個情況。呢啲係戰爭其中一種嘅目的或者行為嚟嘅。我哋下條繼續啦。好，呢一個係啱啱完咗嘅5月4號至5月8號嘅。當時咧，我哋嘅卦象咧就係25,776點開始嘅。咁個卦咧係地澤臨卦配地水師卦。臨卦咧有種平穩咗啦，但係師卦就代表有種互相衝擊啊、反覆不定嘅現象喺度嘅。咁啊配合埋嗰5支嘅卦象嘅時候咧，推算到呢個星期嚟講，其實都係成個都係反反覆覆嘅佈局。咁我哋睇下係咪真係咁樣發展咧？你就見下個圖像啦。好啦，呢個就係今個星期嘅現象啦，就係你星期一嘅時候突破咗上面啦，就跌落嚟。咁星期二咧就有個裂口向下咯。如是者，今個星期嘅低位就喺呢度啦，跟住星期三又向上啦，而星期四咧就好似個斷崖式嘅形式啊，朝頭早就裂口式向上升開咗，到到第二朝就裂口式向下啦，變成一個好似懸崖嘅平頂山咁樣啦。呢種係好明顯嘅反反覆覆嘅上上落，最終咧都只係幾百點嘅上落，咁變成咧，但係投資嘅時候就知道啦。如果佢係一個反覆市嘅時候，你一定要揾啲低位啦，同時間咧適合唔好過量嘅投資。但係你見到個高位嘅時候都一樣，唔好過量投資之後揾個位置覺得唔對路，賺錢就賺啦，賺唔到就要走噶啦。OK，我哋繼續睇埋落去啊。好啦，呢個就係個美國線，美國都係一個好反覆嘅現象啦。喺星期一嘅時候咧就跌咗落去低位啦，星期二三就慢慢爬先啦，到到星期三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個裂口向上升咗上去，星期四咧就係今個星期裏面最高位置就喺呢一度啦，又突破咗5萬點呢個位置嚟㗎。大家有時要留意就係佢
啱啱地突破嘅時候，其實可能個市場咧仲係有力量向上升嘅，所以大家要投資嘅時候小心啲。但係佢因為咧突然間嘅上，突然間落嘅時候，你一定要識得有啲止蝕嘅位置，千祈唔好以為一定係咁嘅走勢，否則咧變成咧就變小選變成一個大選嘅，大家留心多啲嚇。好，繼續睇落啦。如果有興趣的可以嚟報讀一啲課程或者參加啲講座嗰啲咧，打電話俾我哋就得㗎啦。好，呢個係最新一期嗰個狀況啦。起點咧就由26,393點開始嘅。咁依家嘅狀況就係星期一咧就係乾為天卦，配呢個天風後卦。天卦咧有種向上升嘅趨勢啊，後卦咧就係有種風力喺度推動喺上，即係互相形成咧就唔係話太差嘅現象啊，都係有向上升嘅趨勢喺度㗎。咁星期二咧，應該係今個星期裏面最差嗰日，就係一個地雷復卦配呢個水雷屯卦。復卦就有種上上落落反反覆覆啊，唔穩定啦。屯卦就有種危機炸彈啦，有種風險係數比較高嘅，所以跌嘅機會咧比較大啦。星期三啦，又輪到咧火天大有配離為火卦，大有卦咧有種大嘅益處喺度啊，火卦有種閃閃縮縮嘅現象，但係整體都冇乜惡劣咗，所以星期三都係升嘅機會比較大。到星期四啦，就係啲地天泰卦配呢個地火明。泰卦擁有個好處嘅益處喺度嘅，但係明夷卦咧有時就係代表有種突上突落嘅現象，即係有種危機安穩嘅現象，但係可能就變成平或者升啦。到星期五啦，就係啲澤地水卦配呢個水地比卦。水卦咧有種沉實咧向下平穩㗎，水卦咧就有種比卦互動咧之下咧，就形成一種咧有互動之下咧有種益處喺度，所以星期五咧都有機會係平或者升嘅佈局。咁我睇埋全個星期佈局啦。全個星期嘅報告咧就係一啲風火家人配呢個風山佔卦，家人卦咧就有種同心合力咧提升向上嘅現象喺度嘅，而佔卦咧有種漸漸平穩保持嘅發展咁樣。咁睇埋前面嗰五支卦嘅時候咧，同埋卦象有明顯轉向的話咧，今個星期咧升嘅機會率都比較大啲，但係投資自己有風險，自己知道嚇。好，有興趣可以打電話嚟問下事啦，或者報讀嗰啲課程啦。